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撒母耳記上第28章第1節至25節，主題係掃羅求問靈媒。作者喺撒母耳記上第28章記載，非利士人準備攻打以色列人，亞吉要求大衛跟住佢哋出戰。嗰時撒母耳已經死咗，而掃羅之前亦都清除咗國中交鬼同行巫術嘅人。掃羅見到非利士大軍壓境，心入面好驚，就去求問上主。但上主冇藉住異夢、烏靈或者先知回答佢，掃羅就陷入極大嘅恐慌裏面。於是掃羅改裝易服，夜晚去揾隱多珥嘅交鬼婦人，叫佢招撒母耳上嚟。婦人見到異象，嚇到大叫，掃羅就俯伏喺地，同撒母耳對話。撒母耳向掃羅宣告，上主已經離棄咗佢，將皇位由佢手中轉俾大衛，仲話掃羅同佢啲仔會一齊戰死。掃羅嚇到成個人冇晒力，最後婦人為佢擺設筵席，勸佢食嘢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撒母耳記上第28章記載，掃羅喺上主沉默嘅時候，轉去交鬼，尋求出路。咁當你睇唔清前面條路嘅時候，你有冇試過都走去揾一啲其實唔啱嘅方法呢？